今日係2025年6月14日，唔好意思，個市跌咗，我着咗紅衫。今日美股較大波動，三大指數齊齊跌晒。標準普爾500指數6月13號收盤5976.97，跌咗1.13%。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6月13號收盤42197.79，跌咗1.79%。納斯達克綜合指數6月13號收盤19406.83，跌咗1.30%。最新科技股新聞：一、更好嘅量子計算股票 ，Rigetti 計算定係 IonQ？ 量子計算股票喺市場上仍然相當熱門，雖然佢哋嘅每周表現可能會非常波動。例如其中一個比較受歡迎嘅量子計算遊戲 Rigetti 計算 RGTI 喺2024年底創下咗歷史新高，但係只係跌咗72%。呢一隻超級半導體股喺2年內升咗200%，但係呢一隻1萬億美元嘅巨頭仲係咪可以買入？廣通 Fgo 喺半導體同電子行業有長期嘅成功紀錄，佢好快就成為數據中心嘅人工智能 AI 硬件嘅領先供應商，包括定製晶片同網絡設備。廣通嘅人工智能收入飆升。3、調查亞馬遜公司喺廣泛零售業同競爭對手相比嘅地位。亞馬遜公司 AMZN 喺今時今日嘅快速變化同競爭激烈嘅商業世界，投資者同行業愛好者要仔細評估公司係至關重要。喺呢篇文章入邊，我哋會進行一個全面嘅行業比較，評估 Amazon.com、AMZN 同佢喺廣線零售業嘅主要競爭對手。4、里格蒂計算係咪買入 Rigetti Computing RGTI 一間為呢項技術製造硬件、軟件同埋雲端系統嘅量子計算公司，喺過去1年見到佢嘅股價飆升超過10%。每當一間公司嘅股票好似絕對大盤淡，都值得仔細睇下。同埋5、點解量子計算股票今個星期會飆升？量子計算 QUBT 嘅股價喺今個星期飆升，截至美國東部時間下晝1點22分，上漲24.2%，因為標普500指數、GSBC 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IXIC 都有適度嘅上漲。最新國際新聞：一 Big Tech 員工話佢要將保守團體列入 SPLC 標籤黑名單係絕對荒謬。一名科技員工喺南方貧窮法律中心嘅仇恨地圖上表達反對，佢公司反對同非牟利機構做生意嘅政策。佢話閱讀全民大科技員工話佢要將保守組織列入 SPLC 標籤係絕對荒謬嘅貼紙，首先出現喺每日信號。2、騎車嘅時候被司機撞倒。隨住溫暖嘅天氣到達科羅拉多州，單車乘客同電單車乘客喺路上嘅人數正增加。3、現代諾查丹馬斯預言梅根衰落。新聞簡報期刊新聞簡報一位成功預測到2024年幾十個全球事件嘅精神科醫生，令到呢篇文章現代諾斯特拉達姆預測梅根嘅衰落首次出現喺新聞間日報。4、疑似中國生物走私者因為聯邦拘留而喺法庭上流淚。Internewscast 期刊 Internewscast New， 你而家可以聽福克斯新聞嘅文章。5、美中貿易談判外交嘅極限。當兩個經濟超級大國準備喺8月10號前達成全面貿易協議嘅最後截止日期嗰陣，倫敦會談強調咗外交嘅價值同局限性，佢哋買咗時間，但係一個持久嘅解決方案仍然係難以捉摸。新聞報道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